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天气真好吼，嘛真欢喜看见大家，咱来做伙来，咱教会，咱来组织伫遮来聚会。咱今日来做伙练习两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我相信这首诗歌咱大家拢真熟悉吼，因为伊是足侪人真喜意的一首诗歌。我嘛会记有一届伫教会的退休会，也是诗歌的分享的活动中，咱陈美玲牧师，咱牧师嘛讲，这是伊上喜意的一首歌，因为歌词伊也写着对主的人真有幸福，哪准忧伤真快乐。对主的人会得到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着跳大欢喜。听条主毋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到主的快乐。这首诗歌伊的旋律嘛真轻快，歌词嘛真活泼，充满着信仰的迄种生命力。特别是随望咱的生命拄着困苦、绝望，行过死命的山谷，犹原因为咱坚持跟对主、听条主来得胜。这首诗歌互人真感动，嘛互咱会受到真大的鼓舞。伫诗篇144篇第12到14节有安尼描写，有一个情况，伊讲：阮的查某囝当少年时，亲像树仔大丛；阮的查某囝亲像厝角的石，照起经的款式雕琢的；阮的七寸满满，会出淡样的美娘。阮的羊伫山野生炭成千成万，阮的牛拖米满载，无有外人来侵占，也毋免出去征战。阮的家市也无有提口的声。过程仿是一个真平安、真喜乐的迄种真幸福、无挂虑的情况。哪里这种幸福是对倒伊来的？伫这144篇最后一节，伊就安尼讲：拄着这号情况的百姓有福气，因为有耶和华做咱的上帝。这号百姓有福气。咱的幸福、咱的快乐，就是对咱的主耶稣来的。安尼幸福，咱就爱跟对伊，掠伊最悬。主人伊就会看顾咱头前一切的路。请咱来做伙来因这首诗歌，对主的人有幸福，请咱嘛当用真欢喜、真幸福的迄种歌声，咱做伙来学乐伊。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准忧伤真快乐。那是叫快乐点心，我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飘飘大欢喜，天条中。帮你就得快乐，永远当地就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他也可他的快乐。对主方面没发现。出卖天地开下面，对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条条大欢喜，天条中帮你主的快乐。永远当地主快乐。好，这时光，希望咱笑的是，咱也嘛会当希望咱能通得到主的快乐，
咱嘛得到真正的快乐。好，第二首圣诗是第22首，主上帝正手。这是一首加勒比海的圣诗，伊是伫1973年的时，伊加勒比海基督教大会成立的时，因的会歌。因这歌词内底，因强调的是上帝伫因内底所做的代志，伊用上帝正手做工来描写上帝伫现今又做啥物代志，伫因的历史上有伊的作为来向伊讲话来启示。咱有听到无？咱敢有看到？咱敢有感觉到？上帝逐时刻拢来甲咱讲话，伊用伊的正手为着咱做真济的代志。就亲像伊讲，伫咱的中间写字，伊写出仁爱、宽容的话。伊嘛伫咱的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伊嘛伫咱的中间攻击，替咱攻击制度、贪婪、怨恨、自私、自利。伊的正手嘛伫咱的中间扶持咱，扶持着要跌倒的人。伊的正手嘛伫咱中间医治咱破碎的肉体，还是心灵，安慰咱。最后，伊的正手伫咱中间栽种自由、愿望、仁爱，全世界的子民拢会当通徛起，伫伊的正手成做一体。希望咱大家会当用一种真有愿望、宣告的心情，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咱会若学了上帝的美妙的作为，会若恳求、祈祷上帝伫咱的心中来做工，互咱的信仰会当哪来哪坚固。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即时，咱希望咱大家伫咧敬拜阿乐的时，那么伫上帝的正手，咱将做一体，请咱陪伴心来今日的礼拜。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我都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一面拢要煞互恁。三国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612首，圣诗612首，请起立。辅导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万能的爸，创造天甲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十生女玛利亚出世，必丢必掠着人来受苦，并是一个死嘛从痛苦。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那坐万能的爸，上帝的大名。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过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要赦免一切过我，永远阿免。请坐。大家用课文54篇，课文第5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咬喙焦心目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老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同心来祈祷。
慈悲听堂馆的阿爸爸上帝，我要过一遍感谢你金选馆做你的囝儿，有阮有即个福分，因为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牺牲，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互阮无搁住伫罪恶中，因为阮知。只有阮深深伫你的面前，为着家己的歹所行来悔改，恳求你的恩赐，你会帮助阮来改变，为互阮陷落伫罪恶中。阿爸天父，求你毋通放松阮，求你时时引带阮行伫你的道路。亲爱的救主，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是永远袂改变的王。求你亲身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帮助阮逐项事拢有圣神的引带，顺服你的旨意，帮助阮赢过肉体软弱，帮助阮甲你有好的关系，行出你所喜爱的款式。主啊，伫世间时常变化极大的时，原知你对阮的应允永远拢袂改变。早时你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40冬，虽然因有时无听你的教示，总是因认罪悔改以后，你也是赦免因，继续带因入流年甲蜜的迦南地。阮今仔日的台湾的情景，甲以色列百姓同款，阮受到外来的恐吓，侪人心无平安。相信阮做基督徒，常常往你来恳求，相信全能的天父，你会听阮的祈求，赐予阮安然平安，住伫即块水阁丰富的土地。阮也要因为你的疼痛祝福，阮阁要较努力遵守你的诫命，认真普天的去传福音，尽阮的使命。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总会事工奉献主日，我要努力维护上帝赏赐阮这片美丽的环境，因为人类的无知、贪婪、自私、无限制的开垦，破坏大自然甲人的关系。恳求上帝，互阮停止自私、愚公的行为，由主赐予阮有教育的智慧。新的气力，甲需要的资源，也要恳求上主圣灵降临，帮助阮教会诚做一体做伙拍拼，来传达你的福音，荣耀你的名。由你用真理甲活命的话来充满阮遥悟搁喙大的心灵，透过地牧师的信息，互阮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我要将早起的敬拜甲服侍，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引带甲带领，阮深深拜伫以上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家的对你千秋的体力，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第51到62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79页，路加福音第9章51到62节。耶稣受记者上天的日期要到，就决意往耶路撒冷来行，找使者做头去。因去入撒玛利亚人一个乡舍，要甲伊陪伴。若是因毋接纳伊，因为伊往耶路撒冷伫行，伊的学生雅各、约翰看见安尼，就讲：主啊，你爱阮叫火对天落来灭因吗？耶稣活当心即笔因，大家就去别个乡舍。因行路的时，有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倒落去，我要缀你。耶稣甲伊讲：土里有空，天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佮对一人讲：缀我。迄人讲：主啊，互我转去先埋葬我的老爸。耶稣甲伊讲：出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若是你，就去传播上帝的国。佮一人讲：主啊，我要缀你，总是准我先去甲家内的人相时。耶稣对伊讲：囡仔手活犁尾来看后面的，无合伫上帝的国。请单义的牧师讲道，题目是军队主的人。主来敬敬的陈牧师以及咱各位松山教会长子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遍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特别今仔日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庆祝106周年的时阵，伫咱的高雄的凤山的体育馆，总会以及咱南部真侪教会，或者是长子兄弟。三甲咧欢喜庆祝上帝怎样通过基督的福音，互咱台湾这个国家人民通得到基督的疼甲愿望。通过这个，互咱搁一遍三甲思考，上帝怎样将伊无尽的恩典、疼痛、祝福，常常赏赐伫咱的中间。愿上帝早起通过伊家己，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教示。互咱更加知影，伫咱一生的中间，怎样成做一个时时刻刻愿意军队主的人。我甲咱就问一个问题，嘛是甲咱考试啦吼。我咱人生诗611首对无？这首歌叫啥？歌名讲福气，毋是？这主人有啥？对。毋通连歌名都讲毋对哦，吼。第二，我甲你问，这条歌恁拄仔咧唱的中间，恁有算出来无？有唱几遍快乐？来，我甲你问，有人知无？这组人有幸福，然后伫歌词内底哦，一直咧讲快乐，有无？副歌吼，每一遍的副歌会唱5遍快乐。然后第1节甲第2节各有1遍快乐，这拢总几遍？17遍。你拄咧念这个圣诗的中间，有17遍的快乐。各位亲爱兄弟，你有真正快乐啊无？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至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无尽的听恩典祝福。毋若创造宇宙万物，特别赏赐阮人有上帝你的形象，互阮一生无论伫甚物款的健康的中间，拢深深体验你怎样教阮相同行，互阮伫人生每一个时刻
拢会当深深体验军队里的人有幸福，有真正的快乐，因为阮时时刻刻体验，当你甲阮同在，你要保守阮，你要引带阮，你免背叛阮，互阮的性命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常常将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祈祷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这条歌是我的爸爸田连德牧师，伊真爱吟的一首圣诗。因为这首圣诗每一遍伊咧吟的中间，伊袂吟第一部啦，伊会吟第4部哦。因为伊习惯唱这个贝斯的人，但是伊咧吟的中间，深深你会当体会到，伫这条歌内面。所要感受的，所要告别的，也是伫咧中间要甲人分享的，就是怎样咧讲起着当我的性命，那军队耶稣基督的时阵，真真正正有上帝赏赐的平安、欢喜、快乐，所以我要分享给你。各位亲爱兄弟姊妹，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毋是咧对家己吟的啦，这条歌是要吟互别人听的啦，要互人知影讲你若看到我军队主的人的时阵，你要发现我有真正的欢喜，有快乐，有福气。我的爸爸年年在牧师，伫3个月前，2025年3月初9礼拜早起，7点外中间。上帝接伊转去。伫世间，上帝予伊98岁，搁4个月。感谢上帝，予我有机会。爸爸进前退休去美国12年了以后，2007年11月转来到伫台湾，然后一直到伊转去，这中间有超过17年的时间，阮是做伙大的，所以常常有机会伫爸爸的心情，搁一遍咧看见，嘛咧回顾。伊的人生，上帝怎样咧保守引带？这本册叫做《人生20》，这是爸爸伫2012年的时阵所写的一本回忆录。咧回忆讲伊的人生应该20就要结束啊，其实讲起来毋是20啦，因为伊伫1944年的时阵，18岁的时阵。对台湾日本政府征召6个青少年，伊是其中一个去日本做这个少年特工队啊，就是讲伊飞迄个自杀飞行机，准备要为着日本这个国家献身啊。因为二次大战结束的时阵，迄阵伊其实伊还未满19岁，18岁，佮差不多还未10个月。伊甲讲过20啦，其实是无啦，还未连19岁都还未。上帝予伊的性命会当留伫世间，即后来转来到台湾了，伊感觉上帝予伊的一生，伊以后爱奉献予上帝。所以这本册号名叫《人生20》，是咧讲起着讲人生20以后，拢是爱奉献予上帝的一生，也就是军队上帝的一生。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伫爸爸一生的中间，伊常常咧甲阮提醒，也是伊今仔日伊甲妈妈伫平安园的梦中间，伊的梦笔顶面，敢若写一句话讲：一粒星反射真光。伊咧讲咱的人生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这个耶稣基督，伊咧反射上帝的光。对迄个光去照别人，所以一粒星反射真光，甲上帝迄个疼甲平安，通过咱的人生，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正史611首，你讲对主的人有幸福，就是亲像侪基督徒通过这条诗歌，咧告别咱怎样伫人生每一个过程的中间。咧经验上帝的保守甲引带，愿咱伫今仔日特别
总会每年6月第3主日叫做总会曙光奉献主日。其实这个总会曙光奉献主日是搁一遍咧呼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属下有1270间的教会，26万的信徒，怎样搁一遍常常咧呼吁咧提醒，伊是咧讲什么叫做总会？因为我个人伫总会服侍将近得要20年，经过3个总干事的任内，伫4年前66岁的时阵进庭退休，今年拄满70岁。爸爸是伫我要满70岁前2天，上帝接伊转去。伫回国者的伫总会咧服侍过程的中间，常常大家拢会问一个问题：什么叫总会？其实总会上简单讲，总会就是咧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全体叫做总会，也就是讲，若无有咱每一间地方教会，地方教会起来，阁有27个中会甲区会起来，才有今仔咱所看到的总会。也就是讲，总会所咧代表的，其实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整体，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以，这个总会所咧讲的，咧讲你甲我。咱怎样通过咱诚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咱会当呼吁咱整体教会，无论伫什么所在，伫咱的社区，伫咱的好厝边，伫咱一个所接触的人的中间，咱做咧分享上帝听，上帝平安，会当互你甲我共款去经验上帝赏赐真正平安甲喜乐。10年前，2005年，2015年，是咱总会庆祝150周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拄好伫总会方丈牧师做总干事，我怎负责助理总干事其中的一位。所以迄年拄好咱要庆祝150周年，咱其实已经筹备差不多3年的时间。所以迄年2015年的庆祝150周年的中间，我会记得2015年4月初5，咱去到伫北区，去到林林口的体育场，只要差不多即个15000人做伙的一个感恩礼拜。伊遮阁特别，伊遐负责指挥400个人的诗班。迄400人的诗班，迄阵嘛是我负责的。干那要起来练歌就非常无简单。今仔日160周年的感恩礼拜伫高雄凤山体育馆，遐嘛当有真侪人做伙伫遐，参加咧感恩，参加咧孝念上帝怎样通过咱正教会、正兄弟，每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会当真正是跟对耶稣基督的人。这个跟对的过程的中间，有咱会让更加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早起当咱咧读《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62节，路加伫迄个中间所要表达的，因为《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19章27节的主题是咧描写耶稣要做弥赛亚，伊要去到耶路撒冷，也要建立一个上帝国。上帝国也是上帝罗卜的国度。耶稣伫迄个中间所要表达的，伊要去到耶路撒冷。伊一生的代志，对耶路撒冷的耶稣的一个教示，伊的言行有真大影响。特别其中，《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18章14节，有真侪记载，是敢若《路加福音》才有记载，有关上帝国的一寡教示，互更较侪人知影耶稣诚做一个弥赛亚的一个身份，更较知影。上帝国的国度是要通过一个受苦的罗卜，才有可能去建立。这个受苦的罗卜，也要讲做一个上帝国的君王，就是耶稣伊本身怎样要经过伊的受苦，然后带来全人类的救恩甲救赎。所以耶稣伊要互人看见伊有迄个弥赛亚的身份，嘛更加了解。基督信仰所咧表达的上帝国的本质，就是怎样亲像耶稣基督同款，会当带来人类的祝福甲愿望。这《路加福音书》
读拄咱所读的，特别是9章51节到56节，耶稣伫遐咧责备伊的学生雅各甲约翰，因为伊欠缺迄款的怜悯的心，甲疼痛性命的精神，伊要叫上帝讲降火来毁灭迄个无欢迎因的撒玛利亚人的城镇。耶稣真清楚，伫遐甲因宣告，佮提醒讲，伊所要建立的上帝国，是一个疼痛佮怜悯性命的国度，无可能用任何的借口来毁灭性命。所以咱会当真清楚看见，无论是甚物款的情景，咱拢无应该要求上帝的权柄去毁灭性命，因为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一个国度是疼痛的国度。所以今早起，要对咱拄仔所读《路加福音书》第9章57节到62节，分做3方面，咱3个来学习。伫咱照做基督徒的人生甲性命的过程的中间，咱3样来学习，当做一个上帝所欢喜、军队主的人。第一，耶稣要甲咱提醒，军队主的人是甘愿牺牲、受苦，佮奉献家己，甘愿牺牲、受苦、奉献家己。路加福音书第9章57节到58节，耶稣咧面对一个要对伊的人，这个人通讲是真正有决心要对耶稣的人，伊对耶稣讲你无论去叨位，我拢要对你。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要讲即句话是无简单呢。伊甲耶稣讲讲你无论去叨位我拢要对你哦。但是耶稣对伊讲河里有空，空中的飞鸟有收，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耶稣伫遐要甲伊提醒，每一个有决心要跟对伊的人，就爱讲什么话？讲咱无跟对耶稣基督，无机会享受荣华富贵，无机会做大官、坐大位。颠倒是爱清楚，跟对耶稣基督需要甘愿牺牲、受苦的态度，更较需要欢喜奉献家己，予上帝采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伫咧中间咧提醒，愿意牺牲、愿意奉献、受苦，来跟对耶稣基督的人，才真正体会，佮个别对主的人真正有幸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无牺牲、无受苦、无真正伫迄个中间奉献家己的人，你袂法度去体会，什么叫做跟对主的人真正有幸福。这耶稣头一项就咧提醒，毋通想讲跟对耶稣基督会当有真大的享受，有当有得到真济利益 ，no， 是颠倒甲你讲，你就要甘愿牺牲、受苦、奉献家己，你才会体会什么叫做对主的人真正有幸福。第二，耶稣搁较进一步要甲咱讲，对主的人有幸福，是因为咱主动积极欢喜服侍上帝，因为咱欢喜主动积极来欢喜服侍上帝。路加福音书的第9章59节到60节，佮记载耶稣伊主动邀请另外一个人来对伊，但是这个人甲应讲主啊，互我先转去埋葬我的老爸。这个友好的人甲耶稣讲，先互我转去处理我老爸的代志了以后，我再来跟对你。耶稣甲伊回答讲：有死人去埋葬家己的死人，不过你就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耶稣为什么这么无情无义？看起来嘛无同情怜悯的心，何况
死人哪有可能去埋葬死人？耶稣伫即个中间，咱要看见耶稣清楚，每一个人有咱家己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咱需要扮演的角色。耶稣用这个譬如是要甲咱强调，当咱面对必须要做选择甲决定的时阵，上帝国的使命甲责任，比其他的代志拢搁较重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在耶稣伫迄个中间，咧期待咱，诚做一个跟对耶稣基督的人，咱就爱主动、爱积极、爱欢喜分享上帝国的救恩，也欢喜来服侍上帝，通互上帝国日日得到广阔，甲得到扩展。这耶稣毋是咧讲咱伫厝内所扮演的角色，家庭内面所扮演的角色无重要，伊是要甲你强调，当你所做一个决定甲选择的时阵，你是看什么最重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我拄好甲咱讲到今年3月初9，再去7点角鸡的时阵，阮爸爸的这个菲律宾的看护，7点角鸡甲我叫，我就赶紧去哩。去哩的时阵，看爸爸就甲正常通常共款，坐伫伊真爱坐的这个按摩椅的顶面，只是伊无咧叮当，我想讲咧困咧休困。但是阮的迄个年龄塔照顾伊的这个看护甲我讲吼，叫我紧看卖者，伊感觉吼，伊叫爸爸袂叮当啦，吼。啊，我嘛伫遐想办法要甲爸爸叫起来，但是发现吼叫伊袂叮当啊。我当顶敲电话敲119，敲去，迄个人马上甲我讲吼，我讲阮爸爸吼，即摆倒伫即个按摩椅顶面无叮当呢。伊讲你先望看伊的心脏有咧跳无，第二望看伊的鼻仔还有咧呼吸无。我迄个时阵才真正开始望伊的心脏，望伊的即个鼻仔，才发现爸爸无咧呼吸，所以伊就马上讲，你爱马上甲你的爸爸锁来涂骹，然后你爱开始吼，爱用迄个啥 CPR， 就是爱去救，爱开始甲伊的心脏1秒2个，1秒2爱大力念到阮消防队的人去为止。我迄阵啊才开始真紧张，才开始甲爸爸锁咧涂骹，然后开始伫遐真大力，伫遐咧甲 CPR。迄个时阵，才真正咧发现，爸爸敢若无伫阮的中间啊！各位亲爱兄弟，迄天是礼拜日啊，我迄天已经有答应台南新亚院爱去到伫即个上江路教会，为着台南新亚院奉献主日去遐请安甲讲道。后续爸爸伫消防队来了以后，因就确定讲，因爸爸已经乌骹。已经停止呼吸一段时间啊！建议你毋通甲送去病院急救，因为这救上来的机会无大。第二，因年纪遮尔大，毋通阁互伊受苦。伊讲吼，我若较大了干呢吼，有可能摆仔骨都断一支啊啦。啊，你若甲送去病院，可能迄若电击咧到地，这摆仔骨拢会断了了。后来消防队伫遐讲，你敢有法度做决定？你敢有私人其他即个亲人一只？我讲我是爸爸的大汉囡仔，我有一个小弟，但是我会当做决定，咱会使毋免甲急救，所以就会当请警察来，然后伫遐定录爸爸伫咧中间无其他的即个原因死亡，就是讲是自然的死亡啊！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后来是我的弟弟甲弟夫啊，我请因来斗3工，请众医社来，然后请因陪伴，把爸爸送去一个咱的怀爱馆吼。然后我赶紧继续去上江路教会来负责我迄天的主日讲道。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咧讲起着，当咱担当上帝的职分。当咱咧面对真侪代志，需要做一寡决定选择的时阵，咱怎样伫咧中间清楚？我嘛知影，
迄个时阵，爸爸嘛会甲我提醒，我的责任甲使命是啥。虽然爸爸后来年纪较大，伊无法度礼拜日去做礼拜，但是犹原伫年头的时阵，常常咧提醒咱的性命，就爱怎样亲像一粒星，反射真光，互上帝互咱的信仰，会当常常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第三，耶稣基督咧讲起着军队伊的人，最后第三项要提醒。怎样勇敢坚持尽职来军队主？怎样勇敢坚持尽忠来军队主？路加福音书的第9章61节到62节，记载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主啊，我要缀你，不过爱互我大声转去厝里，甲阮厝内的人说3次。”耶稣对这个人讲：“手换伫犁尾。”要直直越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这位亲爱兄弟姊妹，当这个人你讲我要军队耶稣基督，但是先互我大声转去厝里，甲厝里的人相视。照你讲，这嘛无啥物毋对。但是耶稣竟然甲伊讲手扶伫迄个犁尾，要搁直直咧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耶稣知影，人的意志常常无法度坚持，咱的信心也常常伫生活失控的中间会软弱倒退。咱搁较侪时阵会回顾过去侪咱的英雄成功值得夸口的经历，咱军队上帝的决心，伫侪苦难挑战试验的中间，常常咱的信心会摇来摇去。耶稣清楚人的软弱甲不足，常常的丢毒会影响咱军队伊的决心。所以耶稣伫个中间提醒咱，当咱手若扶伫犁尾的时阵，咱就无搁越头看，咱总爱应该手换犁尾，向前勇敢，坚持尽职军队主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确实。伫咱人的经验，伫咱人生的经历内底，咱常常伫面对真侪困苦、挑战、试验的中间，咱因为人的软弱、咱的不足、咱的丢毒，这丢毒的过程的中间，耶稣基督咧提醒咱，怎样手换伫下尾，勇敢向前，亲像耶稣基督共款。虽然明明知影。伊去到耶路撒冷，最后是要用伊的性命牺牲，受钉死的十字架，才有法度去拯救苦难世间所有人类的罪恶。耶稣明明知影，伊去耶路撒冷是要面对死亡，总是耶稣勇敢向前，因为知影，伊就要安尼才有法度完成使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咱的一生拢时时刻刻咧面对真侪挑战甲困苦，总是怎样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搁较看见上帝引带，搁较看见上帝的保守，这是咱真重要的学习。这本册是这个高主任牧师的回忆录，2017年的这个。咱看到这个我看嘛，这是前卫出版社替伊出版的。但是这本册高牧师的回忆录内面咧写讲，伊的副标写讲无乱口碑下面的信仰甲实践。高主任牧师，咱前的总干事，1971年到1989年做19年的总干事，伊咧回顾伊的一生。伊讲伊的一生是充满侪磨难、苦悲下面的一个信仰甲实践。那位亲爱兄弟，特别咱知影高牧师做总干事的时阵，伫美丽岛事件，为着迄阵要保护咱上山教会人民真长老，佮保护侪人，伫迄中间后来受判刑7年，尾啊伫迄中间。
坐监4年3个月到21天。总是高牧师伫受关的过程的中间，佮包括伊后来咧回顾遐个过程的中间，伊真清楚知影，这是上帝爱伊行的路。伊真清楚知影，这个受苦是上帝予伊担的十字架。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若有机会特别看这本伊的回忆录的时候，看到122页，你会真着惊。1977年8月16日，当咱台湾基督长教总委会咧面对美国甲中国要建交，咱台湾的前途真大的危机的时阵，咱台湾基督长教总会发表人权宣言。但是要发表人权宣言的时阵，咱的总委会也面对真大对国民党政权来压力。高牧师伫8月16日迄天写好伊的遗书，然后放伫伊总干事的拖内底，伊嘛毋敢交互牧师娘。各位亲爱兄弟，这个遗书今仔日伫这本册内面112页，122页，你看伊用毛笔字写的遗书伫这个所在，伊怎样伫迄个中间真清楚咧告别讲，我无论碰到什么款的惨事离开世间，我拢会感谢上帝，因为伊的旨意是好的，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各位亲爱的兄弟，高牧师伫6年前2019年2月14、90岁时阵，上帝带伊转去，总是当你咧回顾伊的一生，一个真正军队主的人。伫做代表总会，伫做时阵，为着上帝予伊使命甲责任，伊爱受做一艰难困苦目屎的时阵，伊怎样伫迄个中间咧军队主？各位亲爱的兄弟，咱的历任的总干事中间，郭俊明牧师是担任总干事上主的一个总干事，总是伊留互咱做少年的代志，就是伊怎样。伫伊的性命中间，伊清楚，伊怎样咧军队耶稣基督，伊欢喜举伊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虽然互有真侪苦难，总是伊知，伊要亲像耶稣基督同款，通过伊的性命来服侍众人。雅各福音书第10章45节，耶稣一生上重要的告别讲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甚至为了救助圣人，献出家己的性命。耶稣清楚，伊来世间，就是要通过伊性命牺牲受苦，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论庆祝150周年、106周年，伫咱。伫设到120周年，1985年所通过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第3段教会观最后4句话讲：阮相信，阮的教会是定军伫台湾本地，认同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确实，今仔日包括咱上山教会，包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每一间教会。咱拢相互咧提醒，咱怎样定军伫台湾这个土地，通过上帝对咱的提醒，咱的欢喜的付出，咱的牺牲，咱的受苦，要成做台湾愿望的记号。这是160年前，当马雅各医生对英国长老教会来到台湾，伊所咧分享的基督信仰，嘛是伫7年后，1872年马偕牧师对加拿大来到台湾。伊所要分享的基督的信仰，拢是咧提醒咱怎样通过咱的性命，互咱所听的台湾2300万的人民，甲咱同款经验上帝上面赏赐的平安甲喜乐。小等咱的吟圣诗22首，加麦卡的圣诗 The Right Hand of God， 上帝正手怎样引带咱，互咱的性命行伫上帝所欢喜的。这条歌上特别嘛上惊人的是第3节的歌词，讲上帝正就要恭敬我，恭敬我的自私甲自利，
讲过我的骄傲甲不义，因为这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但是上帝正手攻击咱以外，要甲咱扶持，要甲咱栽种，要甲咱疼痛，互咱会当成做军队耶稣基督的人，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礼拜要结束的时阵，咱会吟圣诗讲：我活是为着基督。确实，上帝祝福咱，互咱每一个人一生向前的脚步，无论什么时阵，当咱想着咱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咱的性命有盼望，咱逐日向前的脚步，要搁真正将咱所得到的平安甲喜乐，成做别人的祝福甲盼望，将三个动心来感谢。至今来，上帝感谢你，搁一遍通过耶稣基督本身的教示甲提醒，互阮确信，阮军队里真正有幸福，因为阮知你时时刻刻甲阮相同行，伫阮所接触的过程，每一项事、每一个学习、每一个时刻，拢有助你时刻的同在甲相同行。愿你祝福阮，特别为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今仔日，伫台湾这个土地、人民，阮的所听的家园国家的中间，你要提醒阮，怎样通过阮的付出、关怀、牺牲，包括现主时台湾所面对国会的处境，包括即摆大罢免的过程，主你怎样提醒阮，行公义，有上帝你的人民。通过阮的性命，互台湾国家得到上帝你无尽的祝福。阮恳求你，伫总会时间奉献主日的时阵，通过阮的关心、代祷、奉献，互总会所有的时间，通过每一间教会来成做台湾盼望的记号。奉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因为恁主教毋是要找因人，是要互人找因，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恁主教毋是要找因人，是要互人找因，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22首，圣诗22首，请起立。通通落实吧。
奉献，请林婉云技师、曾朴娜技师、陈秀娥技师来负责奉献。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2点，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要派陈英林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陈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3点，今仔日上午11点有设到150周年的活动，邀请市东庆长老来见证分享。题目是司徒保罗甲第0王阳明，邀请兄弟参加。第5点，欢迎兄弟捐献厝内无用的全新的适合儿童的文物，请伫6月29号摕来教会。牧区消息第2点，上年团契定18号拜3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高级兄弟带领导游，请客友参加。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按中正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咱来一寡的消息的报告。第一就是咱的廖罗素梅节伫昨暗来蒙主温调，所以咱伫过来拜3，咱要去岁分节的处理来举行家庭礼拜。所以若需要组织的，咱下只的兄弟姊妹，请私讯给我甲提供给恁即个组织。第二，今仔日咱伫楼骹伫1楼迄个点心岛遐。有传一寡司马县教会因所义卖的即个红肉礼，因为因教会真好意，摕一寡来招待咱，所以咱若试食感觉好食，咱会当来买
一盒100块，这是为着因教会建堂所预备或者的红肉米，吼，真好食。第三，就是咱要来征求一些老照片，吼，咱这段时间交予伊长老，是为着咱150年或者的活动，吼，咱要来征求咱厝里或者的相片。啊，因为教会吼150周年，啊，咱有一个活动吼，你会当登去你的厝里，献你的厝里的相片，啊，会当来做伙咱来分享咱厝里，咱伫即个教会会当见证上帝所做的代志吼。啊，我昨暗吼很几盒相片，我感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吼。我也希望大家嘛会当做同款的代志，啊，我互大家看一下我找到的一些照片。下一张。好，这个是1989年，刚好看到北丁牛，那个是北京人之属。如果大家去看这些照片的话，哈，然后那个上面那个右上方那个是高祖明哈，年轻的时候，高祖明长好年轻的时候，这个好都要看仔细去找。这个旁边那个长头发是我，高祖明旁边那个是我那当年长头发。好，1989年的时候，下一张，这张你看到徐光宇、泱泱、静月姐在中间。好，这个是当时大家都还很年轻的时候啦。好，那个许安林、郭宗林好在旁边，就是可以看到，好像那个有李建成、洪秀兰哈，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1987年8月的时候，我们一起不知道去哪里玩。然后这张，刚刚看到这个刚才郑义荣牧师的那个阿伯哈，就是我们的郑连坤牧师，在那个时候，这是1980年的时候，你看我跟嘎嘎那个时候很笑脸，然后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每张照片都看到刘信文，然后就是刘信文的各个不同时期，就是对很多我们可以熟悉哈，郭宗贵啊，我们那个时候廖水芬那个时候的样子，这个是1980年在教会的门口，再往回看啊，再下一张，再回头。这张1978这2年，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从国小毕业要去参加这个少气，第一次参加少气的那个夏令营哦。那时候松山车站起借款，还有松山掐头，那个时候还这么古老。这里面其实我就很多人都不记得是谁了。杨家华，你应该记得，你哥哥好像在那里。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廖淑芬也在内，就有几个，但是都是我们小时候了哈。然后再下一张，其实这个是我们再往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看这个是1951年松山教会的长职，这个里面应该可以看到中间那个是嘉华的阿嬷哈，那个翁丽就是淑梅姐的妈妈。好，这里面还有马太长老，徐马太长老在那个上面哈。这边，好，这个是对，所以我为什么说留下老照片很重要？就是你看这些老照片，我们现在去看到这个是这是几年前，70年前了哈，那个时候的照片，70多年前那时候的照片，那时候有留下来，我们现在来看就很有感觉，那个时候的咱松山教会的中基会。然后，如果说我们现在把现在的照片也都留下来，那个时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其实就有机会来回忆我们松山教会的这个的过去。那因为我们150周年了，我们要来做一个特刊，好，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都去家里翻照片，哈，看你能够找到多老的，越老越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其实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许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曾经在1982年，曾庆仁长老当时带我们去头城办布道会，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那个旁边唱那个，还有李慧玲，杨世荣啊，这个后面那个是郭宗煌啊，徐信文，就是有些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你可以回忆起来，然后来下一页。这张就是我们当时去头城的时候，1982年去的时候，大家一起拍的照。你看曾庆仁坐在最前面，多么年轻啊！哈哈哈！对，这一张照片真的可以找到很多的人哈，还有刚刚我们徐子胜也在那里哈，就是
就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找了很久才看到嘎嘎哈，因为那时候他戴眼镜，长得不一样。好，那是一些回忆往事。那我们再看一点点，好，再下一张。多珍贵！1971年，蔡淑芬老师，我就是那个蝴蝶。那个时候我5岁，好，5岁的时候，我的圣诞节的活动，然后我在跟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淑芬老师唱歌，然后我在旁边当一只蝴蝶，然后但是我们的在旧教会，就是我们还没有建堂前，哈，还不是这个礼拜之前的这个礼拜堂，好，以前的礼拜堂有过这样的活动啊。后来的圣诞节，下一章就有过这样的活动，也是现在换到这里来。圣诞节这一章呢，我是完全不记得哪一年，我需要大家一起提供资料。在这里可以看到马特迪欧牛是那个泰国，看到杨姐是穿礼服，杨姐有没有看到蓝色宝蓝色就是你宝蓝色。好，甚至那时候有最左边瓜去金都了，还有那个这个谁这个杨春英的妈妈好，有也穿那个夏威夷的那个啊，我妈妈呢是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啊，中间那个林水滴是遮着脸的。好，那个时候大家好哦，那个妇女团去很开心啊，那个有这样子的活动，那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所以各位。像这个我就很需要大家去帮我补充说这到底是哪一年，所以这个是等一下大家在1楼的时候看到几张照片放在那里，你们可以帮忙写上你在里面看到谁，发现自己或者是想到什么，你可以直接写上去。然后这只是我找的啦，哈，我处理呢啊，大家处理应该拢有哦。那你们大家回去翻照片，一个礼拜我们拿来。一起来回忆往事，好，然后一起来回忆我们150年来，上帝伫咱中山教会做的代志啊，咱会当继续落去。好，所以那个希望大家找相片，登记成天相片，找着相片会当搞好，我还是恩信执事，还是中级教会中级都会使，咱做伙来。庆祝咱的150周年，就是用现相片啊，大家提供相片来寻找我们这些很值得追忆的往事。谢谢。好，安尼咱等下落去楼骹看相片、啉咖啡、食梨啊，吼，足好的代志吼。好，安尼咱就是请咱注意，咱这是咱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嘛为着咱教会的事工，咱的建堂的事工，也是今仔日咱所在的总会的事工。那么为着大院的基体，伫遮有蔡明宪长老、林水长老，甲刘道明兄，咱嘛继续为着幼春节来祈祷。伊前几工身体无啥爽快，但是只是已经转去处理，咱嘛恳求主保守，特别为着伊的脚来祈祷，伊的脚无溃烂，咱恳求主会当来扶持。咱嘛为着公鸡节、廖吴淑慧节、金婚节、雨婷、阿卡节、民主节、邦梅节、丁友兄、俊生兄、以礼、明理节、阿菊节、郭元兄，咱嘛为着廖罗素梅节或者亲人来祈祷，恳求主保守，互因伫失去老母的时，也会当得到对主来的平安甲安慰。互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借着题目书的讲道，阮更较理解对你来的话，恳求你帮助，互阮做一个愿意军地的人。主伫军地时，阮有时失去气力，阮无信心。总是主，阮相信你就是阮的力量甲愿望。特别将安尼愿望赏赐互伫病兄中间，或者兄弟姊妹，有的伫厝里，有的伫病院。主恳求你，医治因。赐予因有教业的气力，也帮助因厝内人会当有教业的信心。主，阮也为着阮的素梅节的家庭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因伫意外失去老母的这中间，互因会当对主来得到安慰，甲上大的愿望。主也恳求你赏赐因智慧，伫安排料理后来这个别礼拜的事的时，也赏赐互因智慧。主，阮也要为着阮的
教会来祈祷，面对新的时代，阮也需要新的智慧来面对这个挑战。恳求你保守，互阮兄弟姊妹愿意跟缀你，愿意使用阮家己来成做你所用。主，阮也要为着更长的时间来祈祷，即个真大真困难的时间，总是你交代互阮即个时代。主，恳求你就互阮会当有教育的信心来做伙甲你同工。主，阮也要为着阮各地宣教师来祈祷，特别真侪宣教师伫真危险敌对的所在伫遐做工，恳求你赏赐互因有教育的气力，也保守因甲因的家庭拢会当平安。阮也为着台湾的处境来祈祷，恳求你帮咱，虽然面对极大的威胁，总是互阮无惊吓，也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勇敢传主耶稣你的福音，互阮四周围也袂认捌你真多数的人。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阮看见战争不断地起来出来。主，阮恳求你也保守帮咱，互各地这领导者，互因有智慧、怜悯的心，看见人民的需要。主，阮也要为着真侪受灾伫极端，也是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的人来祈祷，恳求你也保守，也伫安尼的时刻，互阮兄弟姊妹会当伸出阮疼的手、祈祷的手，做伙来帮助因，为着因祈祷。今仔日也是总会时间奉献主日，阮也恳求你保守，互阮的总会会当伫台湾、伫世界会当真做，互阮各地教会真好的安尼一个帮助阮去做事工的引带，互阮会当伫即个时代会当勇敢来为你做工。恳求你保守遮个干事、遮个牧师，互因会当有智慧，会当来做美好的工。阮也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阮面对真侪阮生活的挑战，有时阮也无气力，总是主互阮伫阮安尼的绝望的中间，佫会当来看见你，你是阮唯一的盼望。恳求你帮助，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真实会当体会到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这是来金信息548首，信息548首。因是要请陈牧师教导，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下载。